这个让大家，包括各媒体记者，还有所有关心的好朋友们，大家的这个劳驾大家关心特别针对这个部分，也感到对大家有一个抱歉首先呢，这个针对我对这个事件的这个声明几点声明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这个我儿子冠伟他已经是3个小孩子的爸爸，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儿子了这个同时呢他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他有他个人的这个思想，我给予这个尊重第二点我在经营管理的公司是一家 IPO 上市公司。IPO 公司基本上是要接受金管会，包括政企局的监管。冠伟这则贴文呢，是在107年就已经播在他的脸书上面。同时，在107年，法务部调查局呢就以立案来调查过。如果说根德在过程有任何的不法，今天民进党执政的政府，我想根德早就成为阶下囚了第三点根德白手成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赚过任何一分的黑心钱。从政的20年当中呢，我也没有收过任何非法的不正利益。我想在政治界大家都很清楚。我也承认这个在拼事业和肩负家庭和拼事业和肩负这个政治责任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负起让家人过着这个完美的家庭生活，这个对家庭来讲，我深感抱歉。第4点，冠伟误交损友，任何为了选举操弄的传言、臆测都是不实在的。政治背后的肮脏、龌龊的这种操弄，我想这个手段呢，是让社会大众是不耻的。同时，把这个家庭的事件拿来做政治操弄，我想这个道德观念是值得检讨的。跟着人生历练的过程当中，当然看到今天的台湾，真的是国难当头。为了中华民国，为了台湾人民，我觉得国家的责任大于我个人的思考，还有大于家庭的责任。所以说，跟着在这一次立委的选举呢，毅然决然的在长官以及地方这一些政治前辈的这个全力的这个支持呢，我个人应该要负起国难当头的一个国家使命。所以说今天我特别以这5点的声明，向社会大众做最好的交代。好，接下来说实话，基本上这个远东集团，他们对我过去所有施工的品质，因为桃园火车站前的远东百货是在我超过20年前帮远东盖的
这个远东百货公司，他对我们公司的这个品质是非常肯定的，包括所有工程进度的掌握，这是我们公司过去我经营的公司在远东留下来的口碑。那今天我跟远东集团承揽这个私人的工程，我不晓得我承揽这个私人工程所做的这个生意上的往来，这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我应该是在差不多10年前，我承揽深恒昌的南公路的这个仓库的工程。我想我工程的品质，你们现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公司承揽施作的工程完成以后的品质是受到社会各界相当高的评价。你一般的工程要我去承揽，我还不可能去帮一般社会大众来做这一些工程，更何况我过去在从事工程的这个阶段，我也曾经对外公开的讲，我只要有承揽桃园市政府包括各学校任何一件工程，我马上宣布退选。我在担任议长到现在，从担任议长的时候，我也不曾承揽过桃园县政府任何一件工程。我想在座的有一些记者的老前辈都非常清楚陈根德的行事风格和作为。我想这不是一个政治操弄。什么叫政治操弄？我从以前我开始从政以后，每一次选举都要为着我在过去从事工程来为社会大众解释，然后用这种不入流的这种什么做工程哪里有罪？做工程有罪吗？